鄺先生你好，鄺生你好，唔住心上嚟，係你好。我帶咗好多人上嚟，不過可能真係人多，我希望今日可以多少少時間。請講啦。首先，我民主黨今次嘅做法咧，唔單止違背咗港人嘅意願，亦都違背咗民主黨創黨基本嘅原則。我係創黨嘅黨員。我今年退啦。正話你退咗黨啊？退咗黨啊？今日你唔會去會員大會啦？我退咗黨好耐。退咗黨好耐。OK。我將人正話個解讀啦，我話俾你聽係叫一廂情願。我想舉兩個例子。如果大家仲記得，李柱銘同司徒華喺85年就個功能界別進入立法局。係。華叔同孖田最後係走直選嘅。係。咁啱啊。就張明剛啦。張明剛坐喺教育界嘅功能界別，足坐咗2-3屆。我話俾你聽，佢當年佢做第一屆嘅時候，曾經我哋要求過佢做咗1屆至2屆之後就要落去新東走直選。係，佢今日肯咩？呢個係事實嚟嘅，佢哋冇得詭辯嘅。基本權力係令人腐化。當一個人有權嘅時候，佢就會安穩佢自己嘅議席。所以何俊仁呢個說法話，當呢個大普選啊，呢個超級普選之後嘅議員就會我開明啲，我會取消功能組別啦。係冇可能，呢個係佢自己一個所謂童話式嘅諗法。第二樣嘢，民主黨今次成件事裏邊係冇真真正正同黨員討論嘅。今晚嘅黨員會員大會，我話俾你聽，只不過係一個行政上嘅處理。雖然係今日我知道係黨嘅大會有人反對，但係可以唔過咩？授權票攞晒，中委會21票通過。根據民主黨過去嘅經歷，我自己喺黨內嘅時候，有乜嘢唔過得啊？冇錯。再加上而家中央已經開晒綠燈，響晒口嘅話，你如果而家話俾佢聽唔過，最死嗰個係邊個？所以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何俊仁佢今次係一個喺個政治正途上邊最失敗嘅一次。我作為一個民主黨過去嘅黨員，我痛心咗3日。我琴晚冇瞓過。我寫咗封信俾咗黨，我唔知今日佢俾唔俾我，有機會有人可以幫我讀。如果今日嘅民主黨嘅黨員喺會員大會裏邊仍然執迷不悟，仍然通過民主黨呢一個所謂叫做改良，係改變良心嘅方案嘅話咧，我只可以話民主黨以後係冇可以再喺香港嘅民主路上面立足。我只係呼籲所有曾經支持過民主黨嘅人要唾棄民主黨。因為實在令我哋香港人好難過。多謝你，鄺生。